教育部公告要把这个闽南语认证考试改名，变作是台湾台语能力认证考试。伫个60天的预告期内，会来收集民间的意见，上紧伫个9月就会正式来改名。另外，伫个今年8月底之前，教育部也陆续把这个公文、网站、甲词典等等的台语全部拢甲改过来。也那伫个课纲的部分，是会照文化部来针对国家语言名称有共识了后，才会来改。 针对教育部长期以来，甲台语叫做闽南语，引起真侪讨论甲批评。今年5月，民进党立委陈培如甲张雅玲伫立法院质询的时，都要求教育部要积极改正。今日教育部伫顶礼拜总算有公告讲，要甲原底的闽南语能力认证考试来改做台湾台语能力认证考试。 依行政院核定国家语言发展报告函释，全面检视并修正对外使用国家语言名称，应参酌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书面用语有关规范，优先使用台湾台语规定办理。 教育部表示，照行政庭司法的先预告60天，上紧伫9月就会甲闽南语认证改名做台湾台语认证。也若伫这60天中间，原来是会收集民众意见。咱的台语应该是福建话衍生而来的，所以讲无迄种什么台一定要分别讲台语啊，还是讲闽南语什么，这无这种必要性。因为闽南这个名家就是中国南部嘛，甲咱台湾较无关系啊，应该是甲正名叫台语安尼较好。咱讲台语是较习惯，讲闽南语较像国语直接翻译过来的感觉。 教育部表示，考虑到语言政策的一致性，已经规划伫今年8月底进前的完成公文书、网站、词典等等的台语正名。也若甲课纲有关联的部分，也是第2阶段来做。针对国家语言名称的部分，教育部是强调会根据文化部的具体建议和共识讨论了后，就会来修改。也若文化部7月至10月会伫全台湾举办国家语言法典会议，7月27第1场就会来讨论到台语正名的议题。记者陈阿酸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